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16章，搬过罪的条例。恁着伫阿必月守上主恁的上帝会搬过罪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伫阿必月的一个暗暝带恁出埃及，着伫上主拣选互恁服侍伊的所在，向上主恁的上帝献牛甲羊做搬过罪的祭物。搬过罪的食物毋通有假，恁着食无假的饼7日，因为恁离开埃及地的时真赶紧，食的是无假的饼。即种饼嘛叫做困苦的饼，恁着食，互恁一生纪念出埃及脱离苦难的日。伫恁的境内7日久，逐个人的厝拢毋通有假。头一日会用所献的祭物，毋通留到天光。恁毋通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任何一个城献搬过罪的祭，只有通伫上主恁的上帝拣选互恁服侍伊的所在献，着伫日落的时献，因为恁伫日落的时出埃及，着伫上主恁的上帝拣选的所在行来食。过早起才倒去恁兜。恁着食无假饼6日，第7日举行严肃会，敬拜上主恁的上帝，毋通做工。7日收割罪的条例，恁着对应念历仔收割的日开始，算7个7日，守7日收割罪，敬拜上主恁的上帝，照伊赐福互恁的收成，甘心献礼物互伊。恁甲恁的囝、查某囝、奴仆、女婢，甲住伫恁中间的利未人、甲外族人，以及孤儿寡妇，拢着伫上主恁的上帝拣选互恁服侍伊的所在，伫伊的面前做伙庆祝。恁着会记得恁捌伫埃及做奴才，恁着遵行这个规例。大了罪的条例，恁收藏五谷甲新酒了后，着守大了罪7日。伫这其中，恁甲恁的囝、查某囝、奴仆、女婢，甲住伫恁中间的利未人、外族人，以及孤儿寡妇，拢着做伙庆祝。恁着伫上主拣选的所在守节7日，敬拜伊，着欢喜守节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有赐福恁，互恁丰收，事事顺利。恁所有的查甫人，拢着1年3遍，伫除酵节、7日收割节、大了节，到上主恁的上帝拣选的所在敬拜伊，毋通空手见上主。逐个人着照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福分，尽家己的气力奉献。人民、审判官甲官员的条例，恁着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徛起的城，为着大支族人民、审判官甲官员，因着照公义审判人民。恁审判毋通颠倒是非，毋通偏袒，嘛毋通接受贿赂，因为贿赂会互智慧的人变做青迷，佫会歪曲正直的人的正事。恁着追求公平正义，互恁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久长徛起。恁为上主恁的上帝去祭坛，毋通伫边仔踩阿舍拉女神的雕像，嘛毋通踩石条上，这个拢是上主恁的上帝痛恨厌恶的。